基督徒點樣可以勝過末世嘅災難、末世嘅黑暗呢？神喺馬太福音25章有咁樣講：10個童女嘅故事，5個預備咗油，就等到呢一個新郎，即係主耶穌嚟。5個愚昧嘅冇預備油，結果就只係喺漆黑裏面哀哭切齒。要預備油，乜嘢係油呢？乜嘢就係聖經所講嘅油呢？就係聖靈。有聖靈嘅人就能夠勝過末世嘅災難。點樣可以使到聖靈大大澆灌喺我哋身上，使我哋喺末世嘅災難依然得勝呢？喺羅馬書8章有講，隨從聖靈嘅人就係有聖靈，隨從肉體嘅人就冇聖靈，隨從聖靈嘅人就係生命平安，隨從肉體嘅人就係死亡，隨從聖靈嘅人就係與神同在同行，隨從肉體嘅人就係與神為敵。所以最重要得到神嘅靈滿滿咁澆灌我哋身上，勝過末世一切嘅災難，就係隨從聖靈而行。乜嘢係隨從聖靈而行呢？就係隨從神嘅話，就係隨從聖靈啦。因為喺約翰福音6章神講到佢嘅話語就係靈，就係生命。願所有弟兄姊妹都喺呢個末世能夠抵擋魔鬼，成就一切，仍能站立得住。奉主耶穌名祈求，阿門。